上课哦，台南市文化公司开课啊哦，正古早味的，原汁拢无走去哦。咱的四句联，赵平贵、王宝钏啊，足好听。敢若一个赵平贵看到王宝钏讲，这位大嫂来借问，较早我是点分装，因为真久毋捌转啊，姓王的毋知大号远，啊，你要问姓王的倒一户？要问查某也查甫，这位徛家真少数，人真少，甲人伫咧拍招呼。就评委讲，我是要问王宝钏，生做5笑1字月，迄声音甲你真共款。希望大嫂来斗真侪，到底的台湾话4句联，请翻译。若有兴趣，敲公司的电话，问较详细咧哦。课程真侪哦。随在你选择，内面阁有足趣味的翁仔某搭喙鼓。这个搭喙鼓啊，人讲无冤无假，不成夫妻。这对翁仔某，哎，迄个4句联非常好听。啊，伊就讲，啊，你这个碰到的啊，你都毋通阁再困。迄落日头强强要晒尻川，啊，你要带着毋担待阮。现在身躯是长滚云，但翁因为讲，迄落媒人实在真高土，啊，电讲恁厝伫受助。你是真正的水查某，出来才知影讲你是安尼歹姑姑，亲像这么趣味的这款翁某搭水鼓，你别位是学袂到的哦，紧来报名哦。人生一人苦一项，讲阮苦的甲你无相共，内面真正清彩有一段，就是讲哭的比赛，有一个戆囝是钱开无路，来伫咧哭苦，一个是跋筊钱甲无底去。所以讲，我较歹命，你较歹命，啊，两个来哭看谁较歹命，用哭的来比赛，真趣味。讲咱搭一人来哭一摆，哭互伊通人拢交知，哭互伊葱仔变韭菜，哭互伊鲢鱼变古代，啊，一个就甲伊讲，我哭互伊古代变鲢鱼，哭互伊水鸡变真钱，哭互伊山河变鸟鼠，哭互伊乌鸦变汉子。来听看倒一个较高考，抑阁较精彩，就是讲吴阿芳甲阿巧儿啊嫁翁来比赛，有啥物通比？用嫁翁来比赛，看啥物人嫁较济翁。这个吴阿芳讲我叫做吴阿芳，啊出门全西这个大头仔，一身是穿甲软蓬蓬，啊一日食饱饱的营养拢敢若想嫁翁，啊讲头一个啊，佮嫁着一个矮仔翁，啊。徛咧才有3尺悬，烧香点烛插袂着，都爱塔上人。若想过若毋通，啊伊着搁再嫁。啊，巧儿啊讲，啊我是嫁着一个跋筊翁，筊若赢啊，着甲我合甲规身金当当；筊若输，着甲阮绑甲空空空，足趣味的啦。两个人咧比赛，看谁人嫁较济翁，恁着来报名来学，才知影讲是安怎嫁翁。